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再次嚟到故事講堂。今日繼續同大家講韓愈嘅文章《論佛骨表》。喺上一節我講咗文章嘅寫作背景，呢一節我就要講解下文章嘅本文。我先讀一段俾大家聽先。論佛骨表，韓愈。臣貿然復以佛者夷狄之一法矣。自後漢時流入中國，尚未嘗有也。昔者皇帝在位8年，年110歲；少昊在位80年，年100歲；朱煜在位79年，年98歲；帝谷在位70年，年105歲；帝堯在位98年，年118歲；帝舜及禹，年皆100歲。此時天下太平，百姓安樂壽巧，然而中國未有佛也。其後殷湯亦年100歲，湯宣太戊在位75年，武丁在位59年。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，推其年數，卻亦區不減100歲。周文王年97歲，武王年93歲，穆王在位8年。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，非因是佛而自然也。好啦，第一段嘅文章已經讀完啦，喺度先做一啲詞句嘅解釋先。表呢啲係臣下同皇帝溝通嘅文書。一般嚟講，臣下同皇帝講嘢嘅文書咧，主要有奏、表、訴狀等等嘅形式嘅。所謂奏咧，係用嚟向皇帝陳述一啲事情，或者係就住某一啲事情咧，請皇帝作出指示或者係批准，呢啲咧就叫做奏。而表咧就係臣下就住某一啲事情提出自己嘅觀點，譬如韓愈呢一篇《論佛骨表》就係啦。又或者係臣下向皇帝表達自己嘅忠誠或者係感謝咁樣，譬如蘇軾喺湖州寫俾神宗皇帝，令到佢幾乎冇命嘅謝上表，咁就係啦。而訴咧，顧名思義就係爬梳事理。臣下對一啲事情向皇帝作出分析，例如魏徵向唐太宗上嘅《諫太宗十事訴》就係呢一類嘅文書。而狀咧就係將一啲發生緊嘅事情具體咁樣描寫出嚟，俾皇帝知道實情、認清事實嘅文書。譬如韓愈所寫嘅令到佢啱啱升官，馬上就跌到落谷底嘅御史台上論天罕人基狀，就係呢一類嘅文書。除咗奏表訴狀之外，同皇帝溝通嘅仲有係議啊、啟啊、戰啊、章啊咁樣嘅文書，呢啲就唔喺度多講啦。臣貿然呢句本來應該係臣預言嘅，不過古時候咧有一種卑不稱名嘅禮節，即係會自謙話自己只不過係邊個嚟嘅啫咁樣，所以用個貿字嚟表示自己嘅卑微身份。不過呢啲格式似乎唔係硬性規定嘅，譬如諸葛亮嘅出師表同埋李密嘅陳情表，以及後來蘇軾寫嘅湖州謝上表，都係直接寫自己個名嘅，而唔係用個貿字嚟替代嘅。復依佛者，意思係我認為佛呢樣嘢，復亦都係謙卑之詞，意思係話天子在於陛上聽政，臣服於陛下奏事。所謂陛即係有9級梯階嘅大平台。點解係9級梯階呢？天子係95之尊啊嘛，咁啊所以係9級嘅梯階。夷狄未開化冇文化嘅民族，古時候華夏嘅民族咧都認為自己居於世界之中嘅，所以叫做中國。喺地理上就設為5個基服區域，分別係顛服、後服、睢服、腰服同埋方服，而每個基服咧相距係500里。所謂方服就係嗰啲住喺冇雷公咁遠嘅人，既然係冇雷公咁遠，自然就係冇乜文化、冇乜教養啦。而呢啲人住喺東邊嘅就叫做東夷，住喺西邊嘅就叫西戎，住喺南邊咧就叫南蠻，住喺北邊咧就叫北狄。所以呢啲住喺冇雷公咁遠嘅人咧，一般被簡稱為夷狄。而佛陀係印度人，比冇雷公更加冇雷公，所以韓愈亦都稱之為夷狄。夷係夷爾嘅合音，
而以快讀就係以，意思就係啫之嘛咁嘅意思啦。後漢即係東漢，傳統嘅史學家對歷史上嘅朝代劃分係咁嘅：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漢、魏晉、唐。咁點解後漢又叫做東漢呢？原因係漢朝去到中間出現咗一個人叫做王莽，佢搞咗啲花樣，令到當政者皇太君特別相信佢，終於咧就俾佢耍手段咧就奪咗皇權，佢就將個國號咧就改為新，所以喺佢執政嗰15年咧，啲人就稱之為新莽時期。呢條友除咗識吹牛就冇嘢叻，最叻嘅一件事就係要恢復周禮，要啲人喺街上邊行路嘅時候咧就分開左右兩邊嚟行。終於搞到天怒人怨，俾光武帝劉秀起兵推翻咗，改翻個國號為漢，所以就叫做後漢。而新莽時期之前嘅漢咧就叫做前漢，又因為前漢嘅首都係喺長安，喺國家嘅西邊嚟，所以咧又叫做西漢。而後漢就定都喺洛陽，係喺國家嘅東邊，所以咧又叫做東漢。東漢明帝嘅時候，有一晚發夢見到一個全身金色、頭上發光嘅人喺西邊嗰度咁樣嚟，於是就走去問啲大臣係咩嚟，有人就話俾佢聽係個佛嚟，於是明帝就揾人咧去天竺嗰度咧請咗佛翻嚟，所以韓愈就話佛法係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嘅。黃帝、少昊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信同埋禹。歷史上文化嘅起源同埋發展有所謂三皇五帝之說，所謂三皇就係伏羲、女媧、神農，而五帝有人認為係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信，又或者係少昊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信，而韓愈將兩個講法嘅五帝咧都列咗出嚟，所以就出現咗6個帝名，即係黃帝、少昊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信。伏羲、女媧同埋神農係三皇，非常之遠古，所以韓愈冇喺度提到。而五帝以黃帝軒轅氏為始祖，亦即係中國人嘅始祖。相傳黃帝曾經同蚩尤喺涿鹿大戰，雙方呼風喚雨，各自呼神召鬼嚟助陣。之後發起漫天風沙毒氣，使到戰場暗無天日。而黃帝就使用指南車衝出重圍，終於就將蚩尤斬殺，奠定中原霸主嘅地位，所以就被稱為中華之祖。而家大陸每年都有祭軒轅嘅活動嘅。黃帝之後就係少昊，少昊嘅故事唔多，喺呢度就唔多講啦。少昊之後，帝位輾轉咧就傳到去顓頊嗰度，當時嘅百姓崇尚鬼神之事，荒廢農耕，於是顓頊以身作則，親自敬天祭祖，鼓勵開墾荒地，將社會帶翻正軌。顓頊之後咧，帝位就傳到去帝嚳。帝嚳以仁愛治國，生活簡樸，而且知人善任，因此國家喺佢嘅治理之下咧，社會富足，人人安居樂業嘅。帝嚳之後，帝位咧就傳咗俾堯。堯係一個有德有為嘅君主，佢唔止治理國家有方，而且係廣開言路。佢設立咗一個叫做錦諫之鼓同埋誹謗之目，即係喺佢個 office 出面咧，就擺咗一個大鼓喺度，只要啲人嚟到，拿起個鼓槌喺個鼓嗰度打幾下，就會有人走出嚟，你就可以向嗰個人咧就講出你嘅意見，對政府有乜嘢不滿，亦都可以對住走出嚟嗰個人咧破口大罵，嗰個人都唔敢默默咁將你嘅說話抄低，然後帶翻入去話俾帝堯聽。後來帝堯覺得咁樣走嚟走去太辛苦，於是索性咧就喺出面咧就動咗碌木喺度，叫做誹謗之目。所謂誹謗即係批評咁解，碌木就代表帝堯本人，然後叫個人企喺出邊，啲人嚟到對住碌木破口大罵又好，建設性留言又好，嗰啲人都會將啲說話記錄落嚟，交俾帝堯作自我檢討。所以言論自由啲味嘢咧，唔係西方先有嘅，我哋好早以前咧就已經有噶啦，只不過唔知點解我哋嘅言論自由會越整越縮水，到而家講句嘢動不動就會俾人話係危害乜危害物，再唔係就俾人網路刪帖，真係不知所謂。後來帝堯年紀大咗，覺得自己喺治理國家方面咧有啲力不從心，而自己個仔丹朱又有啲唔成才，於是佢就想將個帝位禪讓俾人，
佢第一個睇中嘅人呢，就係斬柴佬許攸，於是佢先揾咗個機會喺斬柴佬必經嘅地方等佢。帝堯一見斬柴佬行緊過嚟，就大聲嗌：喂，斬柴佬，你行咁急做乜嘢啊？滿頭大汗咁，過嚟飲杯茶唞下先啦。許攸一聽帝堯叫得佢咁親切，就過去咧接過杯茶，坐喺度咧又飲咗3杯，就問帝堯：點解今日咁得閒嘅？唔使做咩？帝堯就打蛇隨棍上，就話啦：唉，咁嘅嗱，你知啦，我嘅年紀咧都有翻咁上下啦，有時做起嘢上嚟咧，難免咧就有啲甩甩漏漏，所以咪做得唔係咁好咯。你都睇到啦，每日去誹謗節目嗰度鬧我嘅人咧越嚟越多，鬧到我頂唔順，咁咪走嚟呢度唞唞咯。喂，嗱，講開又講啦，我都知道你人品唔錯嘅，直頭係國之棟樑。我想將個帝位咧就傳俾你，俾你嚟做國君。未等帝堯講完，佢又馬上彈起，黑起塊面，扭頭就走，邊走邊鬧咁話：有冇搞錯？同我講埋晒啲咁污糟邋遢嘅嘢，真係聽過都要洗耳啊！於是許攸就真係走去一條清溪嗰度咧洗耳，點知條清溪咧就馬上斷流，唔俾啲污糟嘢咧流出去。帝堯冇辦法將個帝位交俾許攸，只好再度物色人選，終於咧就揾到舜，最後就將個帝位咧禪讓俾舜。呢個就係禪讓制度嘅開始。舜開始嘅時候咧係以孝聞名嘅，以現代人嚟睇咧，佢唔止係孝，簡直就係愚孝。佢有一個盲眼嘅老豆叫瞽叟，又有一個後稗那，同埋一個咧由後稗那所生嘅仔叫做象。三個人幾乎日日喺度唔係虐待舜，就係喺度諗緊點樣可以謀害舜。帝堯知道舜有孝名，於是將2個女娥皇同埋女英嫁咗俾佢，仲喺佢屋企附近咧就起咗間屋俾佢哋3個住，而且又送咗張琴俾佢，等佢得閒嘅時候咧拎嚟彈下琴，增加一啲文藝青年嘅氣息。點知佢細佬象見獵心起，就想加速謀害舜。於是就連同瞽叟同埋佢阿媽咧，假意話屋頂嗰個糧倉漏水，就叫阿舜咧就上去修補。點知佢哋3個趁阿舜喺倉頂嗰度修補漏洞嘅時候，先將爬上倉頂嗰張梯咧就拎走咗，然後喺下低嗰度放火，企圖就咁樣咧燒死阿舜。點知阿舜大難不死，佢將2個用嚟遮太陽嘅大斗笠夾咗喺旮旯底嗰度，然後好似隻雀仔張開2隻翼咁樣咧，就跳咗落嚟，唔死得。3條友見害佢唔死，又生起另一條毒計，就叫阿舜咧去修枯井。阿舜喺修枯井之前咧，偷偷地就喺井底嗰度咧鑿咗一條隧道。當佢去修枯井嘅時候，嗰3條害人精咧就喺上邊嗰度推泥倒石，想就咁咧生埋阿舜。佢哋心諗今次仲整你唔死，點知阿象去到阿舜嗰間屋嗰度，想話接收娥皇女英做佢老婆，同埋攞埋佢啲家產嘅時候，竟然見到阿舜咧安然無恙咁坐喺屋企嗰度咧，悠然自得咁樣彈緊琴。嗰3個害人精見到阿舜咁嘅情況，嚇到以後洗心革面，唔敢再害阿舜。帝堯知道阿舜的故事之後咧，就開始逐漸俾啲政府嘅嘢佢做，做咗3年，知道阿舜做得掂，咁就將個帝位咧禪讓咗俾佢。而阿舜後來咧又將個帝位咧禪讓俾禹。我哋都知道禹係因為治理天下洪水有功，後來得被禪讓為帝嘅。不過禹唔係治洪水嘅第一人，第一個治水嘅人係禹嘅老爹鯀。嗰陣時候仲係帝堯執政嘅時候，當時洪水漫天，成個世界幾乎一半都浸喺水裏邊。帝堯就命鯀去治水，鯀就唔用腦，只用一味方法嚟對付水患，而嗰個方法就係堵塞。無論啲水喺邊度嚟，佢都係喺水泥嘅方向咧堆啲泥土沙石上去。呢個方法當然係唔得啦，啲水受到阻塞，一係就由土堆兩旁分流出去，又或者水勢積蓄到一定嘅力量，就會沖毀土堆，變成潰堤，死嘅人仲多。就係咁，鯀治水9年，並無寸功，反而越搞越大鑊。於是舜就代表堯執行天子嘅權責，殺咗鯀。然後舜再命禹咧就接替鯀嘅工作，繼續去治理洪水。禹接過命令之後，一改老父堵水塞流嘅方法，佢先考察各地嘅地理環境，再順住山脈紋路嘅走勢，將黃河啊、長江啊等等嘅水系咧由西向東咁樣咧引入大海。於是洪水止息，佢又將治水所經嘅地方分為9個管治區塊，分別係雍州、冀州、
兗州、青州、涼州、渝州、徐州、荊州同埋揚州。每個州各主一個鼎，代表係皇權所在。由於佢治水13年太過辛苦，難免出現一啲關節勞損嘅症狀，因此佢行路咧係同一般人咧有啲唔同嘅。一般人行路都係左右交替咁行嘅，即係咁咁行嘅。大禹嘅行路步伐就有啲唔同嘅，佢係一隻腳踏前，另一隻腳就係踏喺先前隻腳嘅旁邊，先前隻腳再向前再踏一步，後邊隻腳再向前又踏喺先前隻腳嘅旁邊，咁樣嚟行嘅。即係一般人行嘅一步咧，大禹就只能夠行半步。佢呢啲咁嘅步法，道教人士稱之為禹步，係可以愛嚟驅邪治鬼嘅。所以大家喺街上邊見到有人行路趌下趌下咁樣咧，你千祈唔好驚，佢可能喺度同你驅緊鬼。因為大禹治水有功，後來帝舜就將個帝位禪讓咗俾大禹。後來大禹個仔啟打破咗禪讓呢個制度，建立咗夏朝，所以大禹就成為夏朝嘅先祖。前面所講黃帝、少昊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、禹，佢哋嘅歲數，韓愈係根據《帝王世紀》呢本書得出嚟嘅，佢唔係自己亂吹嘅。至於嗰本書係咪亂吹呢？咁就見仁見智啦。壽考即係長命百歲咁解。太戊、武丁、周文王、武王、穆王。太戊係商湯嘅第四世孫。自從夏啟建立夏朝之後咧，一路傳咗好多代，最後傳到夏桀嗰度，因為做事係倒行逆施，殘害忠良，被商湯咧就推翻咗，建立咗商朝。太戊就係商朝嘅第5位君主，佢嘅事蹟唔多，但係古書上邊對佢係相當稱重嘅。至於武丁，佢係商湯嘅10世孫，佢嘅事蹟我喺韓文公廟碑嗰篇文章裏面嗰一句故新女自岳江，傅說為烈星嗰度嘅詞句解釋有比較詳細嘅解說，喺呢度我就唔再多講啦。周文王佢叫姬昌，本來係商王所封嘅西伯，負責為商王守護西部邊陲嘅疆土嘅。由於商朝最後一個君主商紂，佢同夏桀一樣咧，都係倒行逆施。夏桀所做嘅衰嘢，商紂都做齊，而且因為姬昌有良好嘅名聲，所以商紂好罩忌佢，就設計囚禁咗佢，仲殺咗佢嘅大仔伯邑考，做成肉羹俾佢食。後來佢另一個仔姬發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佢救翻出嚟，冇幾耐佢就死咗啦。後來姬發趁住一個機會起兵推翻咗商紂，建立咗周朝，又追奉父親為文王，自己就被後人稱為武王。而穆王就係周文王嘅第5代孫。關於周穆王嘅故事，我亦都喺韓文公廟碑嘅故新女自岳江，傅說為烈星裏面，亦都有詳細嘅解釋，大家可以去揾嚟聽聽。好啦，韓愈嘅呢段文章由神謬言到非因事發而自然也，成大段係講乜嘢嘅呢？佢嘅意思就係話，神韓愈話，我認為佛呢樣嘢呢，只不過係嗰啲落後地區冇文化嘅人所講嘅嘢嚟嘅啫，喺後漢嘅時候咧，先至流入嚟中國嘅。我哋遠古嘅時候係冇呢樣嘢嘅。嗰陣時，我哋嘅老祖宗皇帝，佢嘅帝位一坐就係100年，走嘅時候都有110歲。佢嘅後代少昊坐帝位有80年，壽數係100歲。跟住就係顓頊啦，佢嘅帝位坐咗79年，壽數都有98歲。落嚟嘅就係帝嚳，佢嘅帝位係70年，有150歲咁長命。到咗帝堯，佢嘅帝位係98年，亦都有118歲咁長命。至於帝舜同埋大禹，佢哋兩位都有成100歲咁長命。呢個時候天下太平，人人都安安樂樂，而且個個都好長命。而呢個時候，我哋嘅中國根本就冇佛呢樣嘢嘅。時間嚟到殷湯，佢都有成100歲命。佢嘅孫太戊喺帝位有75年，而另一個孫武丁在位都有59年。史書上並冇記載佢哋兩個人嘅壽數，估計都唔會少得過100歲之數。周文王有97歲命，周武王有93歲，而周穆王呢，佢淨係做天子都做咗100年。喺呢個時候，佛法亦都未入到嚟中國，所以前面提到嘅帝主，佢哋個個咁長命，同拜佛
係完全冇啦楞嘅。好啦，論佛骨表嘅第一段講完啦，下一節我會講埋落去。喺呢度我想同大家做一個文字嘅互動。我喺呢條片講咗一個成語叫做見仁見智。如果大家對寫作有興趣嘅，不妨用呢句成語咧寫一個句子，放喺留言區嗰度俾我。如果寫得好，我會為大家點個讚。有改善嘅空間，我都會話翻俾你哋聽。好，再會。